我丝绸庄账务，每旬必会自查。如今官府愿意再为我们纠察一次，于我而言，并无任何损失。今日有幸请殿下留下晚膳，是想请殿下顺便明白一点：我李清流，做任何事情，定然全力以赴，不负自己，也永不求人。哼，好一个永不求人！本王正好想问问，如今我大唐境内，行商做贾势如破竹，再出一个秦朝女子，也绝非不可能。敢问清流兄，是否有意涉足朝政？飞马轻裘，自然比不过翻手覆勇。但李某只懂些商贾之术，平生所愿，也不过是钻研蜀绣技艺。8年之乱，有损我大唐气势。从此朝中再无宁日。我本不喜朝政，宁愿揽尽这秀丽山川。可身为皇子，却不得不舍弃。李家虽为银城富户，也免不了衰落之患。我幼时研习商贾之术，当时所想，不过是再续个李家100年。如此看来，你我各有苦衷，职责不同罢了。更何况李某现在乐在其中。没有下次。是。下去。李庄主，并非怜香惜玉之人呐。工作之地，何来相遇之说呢？如此看来，对于龙姑娘，似乎本王更有胜算。龙傲一，此等野蛮女子，并非我所好。哦，既然不醉不归，不如换大战。殿下是想要比试？那就动真格。来人，上大斩！芹菜姐姐，今天未时茶馆见。茶馆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个小东西，年纪轻轻想这泡姑子？那个哥哥给了我一个铜把，让我传话给你，不见不散。好，知道了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如果下回那个哥哥继续让你跑腿的话，你要管他要2个铜板，知道了吗？去吧。李庄主不愧是银城第1富贾，这大战很大。怎么，殿下怕了？怕什么？干！干！其实，本王酒量不佳。李某3杯就走。你知道吗？本王喜欢龙姑娘。此事甚好。你撒谎！你说你3杯就倒，
本王数过了，这就是第3杯。